陳姐仆街啦！你就仆街，講就講，冇鬧人。唔係啊，你冇睇群消息咩？經理話為咗提升員工嘅文化水平，下個禮拜開始，每個人都要開會分享一本書嘅讀後感啊！啲領導真係食屎屙飯，冇嘢揾嘢嚟搞。咁啦，我今日分享嘅書係新勞動法實用案例，我分享嘅係消防安全管理技術、納稅常見問題一本通，實體企業反腐密碼。太可惜啦，我仲有100幾本書想分享，嗰兩本書都係冇用功之處。而家係朝早嘅8點鐘，現在去講，現在8點鐘，起身，醒未？醒未？醒未？琴晚咪食咗啲飯粉。係啊，發到成晚。咁型嘅女人，邊食幾邊用兩？早餐食呢個吉士蛋，早餐吃這個雞絲蛋。變翻個人啊！變翻個人啊！邊個嗰陣？邊個嗰陣？哇，好攰啊！趕高鐵。而家去嘅係深圳，現在去的是深圳。出發。嚟到香港，今天來到了香港，香港。係。而家去坐港鐵，現在去坐港鐵。前方到站旺角。搭地鐵用咗40蚊6毫9，呢個係平定貴啊？搭地鐵2來40塊，對我嚟講，這是平還是貴啊？40蚊6毫9，我喺廣州可以搭1個星期。今日食嘅係鳳鳴居3碗醉雞湯米線，一個油麵加底。呢碗醉雞湯米線60蚊。好驚我飲嘢啊！飲咩啊？梗係飲啲網紅店啦，香港特產喎。咁多人啊，得佢係網紅店啊？係啦，問啲朋友話恭喜發財！你喺度做啲咩啊？唔好叫我，唔好話認得我。真係攞命，睇你而家咩狀態？恭喜發財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。近排天氣又乾又濕，越嚟越凍啦，咁就好容易會導致我哋咧食好多嘢，好肚餓，尤其係晚黑啦，食呢啲好精緻嘅碳水、糖油化合物，食落去咧可能只需要半分鐘，但係佢嘅卡路里要運動幾耐先可以消化咧？唔知啦。另外想大家留意下，千祈唔好見到台面上邊擺住啲乜嘢咧，就將佢打開，跟住擺入口度，因為你唔知道你咁夜食嘅嘢，佢要經過幾長嘅時間先可以消化。自己諗，哇，太好食！哇，呢條正啊！你等你執完嘢未啊？最後一樣啦！看到啦！啊！又給我交了你一個，恭喜發財！